和諧號炒車疑點，網民鬧吹牛啊！溫州前晚發生嘅火車相撞事故，至少35人死，近200人傷。一班由杭州開往福州嘅列車，駛至溫州雙魚路段嘅時候，俾雷電擊中停車。尾隨嘅列車撞向前車車尾，兩列車共有6節車廂出軌，其中2節飛咗落橋。當局將事件歸咎係雷電擊壞設備，但外界就指疑點重重。浙江省政府公布嘅意外時間係8點27分，比鐵道部嘅早咗7分鐘。但住喺附近嘅網友亦喺8點27分發出第一條微博，點解會有呢個時差呢？而按照鐵道部公布嘅列車時間表，2班車都遲過原定時間抵達溫州，被撞嘅列車更加應該行喺追撞嘅車後邊。事件係咪涉及超速？當局亦冇回應。最離譜嘅係，佢哋尋日用重型機器將跌咗落嚟嘅車廂整爛，仲好似想挖坑就地掩埋，令人質疑當局係想毀屍滅跡。但當局就即刻澄清，話挖坑只係方便吊車清理現場。意外亦再次暴露咗內地嘅鐵路係缺乏監管。睇到明知有問題，但係因為你冇一個咁嘅機制咧去俾佢投訴嘅話咧，如果咧佢唔能夠因住公眾利益咧係將嗰啲資料公開，直至到咧係個人走咗先敢出聲。而家新代嗰個鐵路部長咧，如果跟住佢嚟做嗰啲嘢佢有問題嘅話，而家嗰班人亦都一樣唔敢出聲嘅喎，直接等佢下一次下台。網民就鬧爆內地嘅鐵路技術唔到家，一味靠吹，認為係草菅人命。包括上海鐵路局局長在內嘅4個人，尋日已經被革職調查。當前一段情況來看，自然災害對鐵路運輸，特別是高鐵的運輸，確實造成了一定的影響。出咗事先咁講，會唔會遲咗啲啊？